若过来即件拒绝检测来绕跑，一个食酒骑机车的男性受罚2万块。台中的警察骑车来巡逻，发现一个骑士酒味真重，面阁真红，叫伊就来停车，结果伊是吹油门来逃走。 搁来冲5个红灯，而且是逆向来行驶，走将近5公里，总算互抓落来。事后酒测值是0.32，除了卡到公共危险罪，一路上各种的违规，嘛互开罚单，总共是19600块。这查某人跳倒摆走警察局，拿绿红灯，搁骑自行的。所以，这个细路查某人搁骑入行的底。 啊！你别给我塞啊！好好讲，靠边停车，不然真的会出车祸。原警一直甲话，这细路查甫人嘛完全唔插伊，买手伫巷底，互2台轿车挡掉，你才停落来，安尼足5公里。这个细路查甫人走警察局，主要是因为伊骑倒摆有啉酒。发现那个民众脸颊泛红，所以稍微闻了一下，那闻到他身上有散发酒味，那示意他停车受检。那民众不配合，那经实施酒测。 酒测值超标吼！除了啉酒、骑车违反公共危险罪以上，细路查甫人沿路弄5个红灯，加上正向伫骑车，警方甲开19600块的罚单。